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境界分为了9品，达到2品就算是小宗师了，1品已经是江湖当中顶级的存在了。1品分为4个境界，其中最强的就是陆地神仙了。一个时代一般只有2位陆地神仙，那么原著当中一共出现了多少位陆地神仙呢？第8位邓太阿，桃花剑神邓太阿作为吴家剑种的私生子，小的时候被带回了剑种，受尽了磨难。不过他的剑术进步的飞快，没几年的时间就走出了剑种，不承认自己吴家后人的身份，独自一人在江湖闯荡，成为了李淳罡之后的又一位剑神。身为剑道高手的他，行走江湖却没有佩剑，只靠随手一折的桃花枝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在指玄境当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游遍江湖之后的邓太阿去到北莽挑战各路高手，对战拓跋菩萨的时候，接了李淳罡的万里接剑，进入了陆地神仙境，和拓跋菩萨打平。北莽游历结束后，邓太阿去到海外访仙，回来后的他已经是陆地天人境界了。在徐凤年和北莽大战的时候，邓太阿站在天门前，替徐凤年挡住天上的仙人。第9位吴素，吴素是徐凤年的母亲，同样是出自吴家剑种，是吴家当年的剑冠，也是在江泥之前呢，江湖上唯一的女子剑仙了。吴素的佩剑是大梁龙雀，是排名前10的名剑之一。吴素本来是有望境界更进一步的，但是在当年的京城白衣案当中，为了救徐骁，吴素强行进入陆地神仙伪境，大战泰安城的众多高手。虽然救下了徐骁，但是自己也受到了重创，留下了暗疾。去到北凉之后，生下了徐龙象啊，吴素的暗疾压制不住了，就这样去世了。如果没有当年京城白衣案的话，吴素或许是和李淳罡一样的陆地剑仙，也不会那么早就去世啊。杀了吧，别呀！第10位陈之豹，陈之豹被誉为是小人徒，当年被誉为是最有希望接替徐骁北凉王位置的人。除了在军事上面天赋异禀，陈之豹在武道上面同样是一日千里，一杆梅子酒打遍天下无数的高手，是徐骁6大义子当中谋略和武功最高的一位。离开北凉后，陈之豹前往西楚封王，受到了谢观音的辅佐。谢观音帮陈之豹在西楚捕龙，随后在龙树僧人圆寂后，帮他吸纳了佛家气术，让陈之豹直接从指玄境进入到了陆地神仙的境界。成就如上后的陈之豹有3教合一的气魄，只不过最后失踪了，他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也无人知晓。第11位袁青山，袁青山是北莽道德宗的祖师，同时也是北莽国师，修炼了3甲子的岁月，将神通一气化三清修成，随后化成了3道分身，本尊一直神游在外。这3道分身的身份都很显赫，只不过后面先后死在了李当心和拓跋菩萨的手上，分身虽死啊，他的本尊却一点事没有。最后本尊遇到了徐凤年，用一个代表气运的包子和徐凤年交换了赵柱给他的铜钱儿，了却了2人之间的因果。这桩事情结束后，他便正道飞升，进入仙界了。作为道教圣人，他是陆地神仙修为，论境界虽然高深但是真打起来还真打不过李当心和拓跋菩萨，即便是本尊出手也没有办法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境界分为了9品，达到2品就算是小宗师了。1品已经是江湖当中顶级的存在了。1品分为4个境界，其中最强的就是陆地神仙了。一个时代一般只有1、2位陆地神仙，那么原著当中一共出现了多少位陆地神仙呢？第12位龙树僧人，龙树僧人是两禅寺的主持，也是白衣僧人李当心的师傅，在佛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一生只修行了金刚经，靠着金刚经修成了佛门的不败体魄，一身的血液更是化为了金色。论境界，他是名副其实的佛门第一人，即使是李当心也比不过他。在北莽灭佛的情况下，龙树僧人只身前往北莽，途中遇到了徐凤年，用1碗血助徐凤年进入了金刚境，随后前往道德宗，一人面对道德宗5位真人围攻，盘坐在道德宗前不为所动，即使5人围攻，依旧没能破掉他的金刚体魄。在李当心杀上道德宗找到他时，才闭上眼睛圆寂。第13位徐凤年，作为主角的徐凤年修行武道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错过了最好的修炼时机。不过获得了武当掌教王重楼传授的大黄庭后，弥补了先天不足的缺陷，此后境界飞速上升，先后受到了多位顶级强者的教导，跟着李淳罡江湖游历的时候学习到了他的绝学。结束游历后只身入北莽，在北莽磨练自己的修为，杀死多位北莽1品高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徐凤年多次进入伪境，本以为此生再也无望进入陆地神仙境界，结果因祸得福，打开了另一扇门。在获得了高收入的天人体魄后，当时的徐凤年就已经是天人境界了。